我有一个梦想，让高原之上的孩子在雪山的阳光辉下，感受科技孕育的创新梦。我叫魏新坤，土生土长的康定人。这是康定中学，是我的母校。08年高中毕业以后，第2年读完大学，回到康定中学上班。那么康定中学对我来说有一种特别的情怀。这是我创办的科创社。然后我现在主要工作就是培养娃娃的创新能力以及机器人的这个教学工作。机器人社团一共有了60名学生，学生娃娃些对这个机器人社团它的这个兴趣也特别大，他们特别喜欢这个机器人社的选修课。我本来是个物理老师，在一次外出培训的时候，从其他老师口中听到他们其他学校有这一个科创社。我觉得我们学校虽然地处偏远，但是科技教育不能落后，所以我回来过后取得学校的支持，创办了这个科创社。这个是我们设计制作的一个水火箭，它是利用我们气压把水从这个瓶子里面把它压出来过后，形成一个反冲，然后我们这个水火箭它能够在朝上运动，这是我们物理上学的一个反冲运动。可以给它加气了，成长起快点，3个星期把它长到计划成长起来扯。5、4、3、2、1。科创社成立之初，我们吸引了很多的学生，但没过多久，很多学生他的这个兴趣新鲜劲一过，他就不是那么特别专注。那么这个时候，我一边加入了更多更新的一些教学内容，然后同时我根据甘孜州的实际情况，编写了2本校本教材，一本是零基础机器人，另外一本是电阻器的基础知识和检测。有了这2本教材过后，我们的科创社才慢慢的变得稳定下来。但这个这么多了。所以你肯定觉得所以这个2步我们就要自己动脑壳，我们可以自己来把它分成2步完成。第一步我只推框子，我们这个是高落，我们最开始过来是主要是跟其他这个东西，需要我们来转动这个把手，把这个桥从闭合状态。像我们的车为啥子在从这个地方，它在这个角度为啥没转，这个路口没转？同学们早上好。老师好。我觉得让我最感动的事情是，我的学生娃娃以科技特长生的名义进入大学。当他们把录取通知书发给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感动。虽然我做的事情很小，但是我让他们能够走出大山，而且能够让他们在大学里面提供，让他们学习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更高的平台。当他们在大学里面通过学习努力以后，把他们获得的一张张证书以及一张张的专利证书发给我看的时候，我为他们感到很大的骄傲。我觉得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只有不断的进行创新教育，才能为藏区源源不断的输送创新型人才。